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网站，伊是假做一个真出名的购物网站，也因为这两个网站是生做要讲，目前上报有26个人去哄骗，这诈骗金额有到700多万。另外呢，这诈骗是真猖狂，有这个共犯假释了后呢，伊竟然阁翕影片教人安怎去共骗。那行政院长对应台是下令讲，就要追查这款的情形，也讲后一个会期呢，一定会把诈骗相关的修法草案送到立法院。警方过去公检，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05反诈骗资料库，发现讲少年说服民众，和假买民间网站诈骗，甚至顺线查出高雄市一间数位公司，唔但涉嫌提供电脑主机、伺服器、才硬体设备，搁到小介工程师负责假网站的运作。诈骗集团先透过网络交友接近被害人，彼此聊天过程中，开始游说被害人参加假购物网站的红利回馈活动，总计被害人计有26名。招诈金额达新台币750万元。同款是设假网站，最近甚至有诈骗集团是借破发1万的议题，骗民众的信用卡资讯和国资。行政院带相关部会15到立法院，针对打诈功能2.0来备询，表示对政府的这篇成果无啥满意。我跟国人一样，都不会满意现在的任何成绩。我们第一线的同仁确实很努力，非常的努力在处理打诈。有成效吗？我认为成效不是太好。部长怎么看这个普发现金？因为现在变成诈团利用的手法。我们已经通报，已经警告，或就说请大家注意，现在的网站都是诈骗网站。对，但是书发部只有呼吁吗？没有更积极的做措施。我们看到会要求下架。调查立委阁点出根据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第47条，诈骗集团的成员若是认罪，而且甲犯罪所得交转去，就会当减刑。但真正所有最高法院裁定认为，只要甲收入6等来就会当，甚至有车手假释了后高调分享安怎诈骗，拢变作立委质询的焦点。诈骗犯这么嚣张。出来之后，在假释期间还可以拍这种影片，然后告诉大家说他的判决书就是他的履历表，这是很可恶的一个行为，可怕，好，很可恶哈。是，我想这个假释犯你查出来好不好？对这个被害被骗的，说不定就是1000万甚至1亿，所以我们认为是要以被害人的损害而说。所以我们最近有提出修法嘛，我们认为说还是要站在被害人的观点，对，他的损失是1000万，所以他应该又要负责这1000万来换取他的减刑。行政院长对应台嘛发话讲，绝对爱把这个个案找出来，马上就讲针对被害人的保护、诈欺犯的具体求刑，会积极和司法院来沟通，会把修正草案在后会期送入去立法院来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